有冇發覺你身邊總有一啲朋友，好似成世人出世就帶住個主角光環咁，買六合彩就算唔中頭獎，都總會中下安慰獎。返工出錯，老細啱啱好心情靚唔鬧佢，甚至乎落街食個茶記，都總係有位等住佢。相反，有啲人就黑開有條路，行路都會踩屎，搭地鐵永遠都送車尾，買邊隻股票就跌邊隻，連飲啖水都會逐親。遇到呢啲情況，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會諗，呢啲咪就係命咯。運氣呢家嘢整定假啦，人哋條命生得好呀嘛，冇得恨咁多。但係如果我今日同你講，所謂嘅運氣其實根本唔係天注定，亦都唔係咩玄學神仙保佑，而係一種可以通過後天學習，甚至乎可以練出嚟嘅技能。你又信唔信呢？請你先放低對運氣兩個字嘅既定印象。我哋今日唔講風水，唔講命理，我哋用科學同心理學嘅角度去拆解好運背後嘅真正邏輯。喺20世紀90年代，準確啲嚟講係大約1993年左右開始，英國有一位非常之出名嘅心理學家，叫做理察韋斯曼。佢原本係一個職業魔術師，後來轉行做咗心理學教授，專門研究一啲看似好神秘、好超自然嘅現象，例如測謊、幽默心理學，同埋我哋今日嘅主題運氣。佢心入面一直有個疑問，點解有啲人可以由細到大都咁好彩，有啲人就幾十歲人都仲係頭頭碰着黑？為咗攞出呢個答案，佢喺報紙度登咗個廣告，招募咗400幾個自認係極度好運同埋極度唔好運嘅志願者。呢班人入面，年紀最細嘅只有18歲，最年長嘅去到84歲，橫跨唔同嘅階層同職業。經過長達10年嘅追蹤研究，無數次嘅心理測驗同實驗，韋斯曼教授終於破解咗好運嘅密碼，寫成咗一本震驚學界嘅書。佢發現好運同唔好運嘅人最大嘅分別根本唔係取決於個天，而係取決於佢哋嘅思維方式同埋日常行為模式。佢總結出4個核心法則。只要你跟住做呢4個反常識嘅動作，任何人都可以改變自己嘅磁場，練出一個吸運體質。我哋先嚟睇一個韋斯曼教授做過非常經典嘅報紙實驗。佢安排咗2組人，一組係平時覺得自己好好運嘅，另一組係覺得自己好乞人憎嘅。教授派俾佢哋每人一份報紙，要求佢哋由頭到尾數下份報紙入面總共有幾多張相。嗰班自認唔好運嘅人好認真咁一頁一頁咁揭，逐張逐張咁數，平均用咗大約2分鐘先數完。但係嗰班好運嘅人呢，佢哋平均只係用咗短短幾秒鐘就搞掂。點解會爭咁遠？原來教授喺報紙嘅第2頁用咗佔據半版咁大嘅字體寫住，唔使再數啦，呢份報紙總共有43張相。好運嘅人一打開報紙就見到呢行字，於是即刻停手收工。而唔好運嘅人，因為佢哋個腦入面淨係死記住我要數相，呢個任務完全睇唔到咁大行字。為咗進一步測試，教授喺報紙中間再加插咗另一行大字，寫住如果你見到呢行字，同研究人員講就可以拎走250美金。結果依然一樣，唔好運嘅人再次完美錯過咗贏錢嘅機會，因為佢哋太過專注去捋相。呢個實驗帶出咗第一個好運法則，亦即係第一個反常識動作。你要刻意去創造同埋放大身邊嘅偶然機會。好多時我哋覺得唔好運，係因為我哋個人太過緊繃，太過執着於某一個特定嘅目標。當你神經繃緊嘅時候，你嘅視野就會變得好狹窄。心理學上叫做隧道視覺。就好似你喺香港返工，日日朝早趕住搭地鐵，你對眼淨係望住個月台幕門，個腦淨係諗住千祈唔好遲到。喺呢個狀態下，就算隔籬有個大客可以傾成一單大生意，或者有個多年無見嘅舊同學可以帶俾你新機遇，你都唔會察覺得到。相反，好運嘅人通常個人比較放鬆，對周圍嘅環境保持住一種開放同好奇嘅態度。佢哋唔會將個目標鎖死，反而中意四圍望下，同唔同嘅人傾下偈。韋斯曼教授發現，好運嘅人普遍外向啲，中意笑，身體語言都比較開放。佢哋喺日常生活中建立咗一個龐大嘅機會網絡。譬如話，佢哋去茶餐廳食飯，可能會同搭台嘅陌生人搭訕，傾下，可能就發現大家都係做同一行，甚至乎互相介紹生意。你以為佢好彩出街食個飯都口到客，其實係佢主動打開咗接觸機會嘅大門。所以想好運，第一步就係要打破自己嘅舒適圈，放鬆心情。唔好日日行同一條路返工，試下搭下巴士。唔好永遠只係同自己部門嘅同事食晏，試下識多啲唔同領域嘅人。當你接觸嘅面越廣，偶然發生好事嘅機率就自然會呈幾何級數咁上升。跟住落嚟，第二個動作可能聽落有啲玄，但其實背後有極強嘅腦神經科學支持，就係聽從你嘅直覺，並且相信你嘅預感。
韋斯曼教授喺研究入面問過嗰400幾個志願者一個問題：當你要做重大決定，例如轉工、結婚、投資嘅時候，你會點揀？結果發現，唔好運嘅人通常會列晒清單，左度右度，計晒風險，但最後往往都係做錯決定。相反，好運嘅人好多時會話：我都唔知點解，但我個肚或者我個心話俾我聽，呢個決定係啱嘅。然後佢哋就跟住直覺去做，結果通常都出奇地好。你可能會話：吓，靠直覺咁咪即係亂嚟？絕對唔係。科學家解釋，所謂嘅直覺其實係你大腦潛意識入面一個超級強大嘅數據庫。由你出世到而家，你睇過嘅嘢、聽過嘅說話、經歷過嘅事，大部分你以為自己已經忘記咗，但其實全部都儲存咗喺大腦嘅深處。當你遇到一個新情況，你嘅意識可能仲未分析完，但你嘅潛意識已經喺0點幾秒之內，將現有情況同過去幾十年嘅大數據做咗一次比對，然後產生一種直覺或者預感傳遞俾你。好運嘅人之所以好運，係因為佢哋識得捕捉並且信任呢種微細嘅信號，佢哋唔會完全被理性嘅數字綁架。為咗令直覺更加敏銳，好運嘅人通常都有靜心嘅習慣，無論係做運動、打坐，甚至只係每日抽20分鐘安靜咁沖個涼，佢哋會俾個大腦有休息同整理信息嘅空間。喺香港咁急速嘅生活節奏入面，我哋每日接收太多雜音，好容易就會忽略咗心入面把聲。如果你想啟動呢個好運密碼，下次當你面對抉擇，而你身體某個部位莫名其妙覺得唔舒服，或者突然有一種強烈想去試下嘅衝動時，唔好第一時間否決佢，試下停低1分鐘，問下自己點解會有呢種感覺。慢慢你就會發現，你嘅直覺其實係你最準確嘅人生導航儀。第3個動作，亦係拉開好運同衰運距離嘅重要分水嶺，對未來抱持住絕對甚至乎係盲目嘅樂觀期待。心理學上有個詞語叫做自證預言，意思係你心入面相信一件咩事會發生，你嘅行為就會不自覺咁引導件事向住嗰個方向發展。韋斯曼教授發現，好運嘅人對未來充滿期待，佢哋深信自己聽日會更好，就算現階段遇到困難，佢哋都堅信最終一定會成功。相反，唔好運嘅人成日覺得自己實衰，去見工之前就覺得人哋一定唔請佢，去識女仔就覺得人哋一定睇佢唔上眼。結果呢，好運嘅人因為覺得自己會成功，見工嘅時候充滿自信，笑容滿面，對答如流，面試官自然對佢有好印象，最後真係請咗佢。唔好運嘅人因為覺得自己會失敗，見工嗰陣耷低個頭，口啞啞，表現極差，最後當然冇人請。然後佢就會同自己講：睇下，我都話我黑開有條路假啦。呢個就係一個惡性循環。好運嘅人嘅樂觀唔係阿 Q 精神，而係一種強大嘅心理韌性。佢哋預期好運會降臨，所以遇到挑戰嘅時候，佢哋會堅持得耐啲。教授舉過一個例子，如果將一個解唔開嘅謎題交俾好運同唔好運嘅人，唔好運嘅人通常試幾次，覺得搞唔掂就放棄，但好運嘅人會試足幾十次，因為佢哋深信自己一定定到答案。好多時，成功同失敗之間爭嘅就係嗰多試一次嘅堅持。你要將自己嘅大腦重新編程，每日出門口之前同自己講：今日實會有好事發生。當你個腦設定咗要去尋找好事，你嘅注意力就會自動過濾咗啲負面嘢。譬如你今日搭車塞車，唔好運嘅人會燥底鬧爆，好運嘅人會覺得正好有時間可以聽埋個 podcast 或者回覆下朋友信息。同一件事，因為期待唔同，結果就完全唔同。最後第4個反常識動作，亦係最高境界嘅一招，將厄運轉化為好運。人生流流長，無人會一世無風無浪。點解有啲人可以喺低谷反彈，有啲人就一蹶不振？韋斯曼教授設計咗一個好殘酷嘅情景題去測試班志願者。佢問：想象一下你喺銀行排緊隊，突然有班劫匪衝入嚟開槍，你不幸地中咗一槍，打中咗隻手，你覺得自己係好運定係唔好運？班自認唔好運嘅人一聽即刻話：梗係衰到貼地啦！咁多人唔中，偏偏打中我，我真係地獄黑仔王。但係好運嘅人嘅答案係點呢？佢哋幾乎全部都話：哇，我真係超級好彩，好彩粒子彈只係打中隻手，冇打中個頭。如果唔係，我連命都冇呀。而且單嘢上咗新聞，我實可以買個獨家專訪賺反筆。聽到未？呢個就係最核心嘅分別。心理學稱之為反事實思維。當壞事發生嘅時候，唔好運嘅人會將現實同一個更好嘅平行時空比較，而好運嘅人會將現實同一個更壞嘅平行時空比較。好運嘅人擅長喺爛攤子入面顯到一絲曙光。
佢哋唔會沉溺喺自憐自艾入面，佢哋會用最快嘅速度接受現實，吸取教訓，然後拍下心口話破財擋災，轉身就去尋找下一個出路。佢哋唔會俾壞運氣摧毀自己對未來嘅期待。韋斯曼教授為咗證明呢套理論唔係紙上談兵，佢搞咗一間運氣學校，叫嗰班原本覺得自己好黑仔嘅人入學，用1個月時間逼佢哋實踐呢4個法則，刻意改變日常路線去接觸新事物。每日寫下直覺感受，強迫自己列出對聽日嘅美好期待，同埋遇到乞人憎嘅事，要即刻用好彩無更差嘅角度去解釋。1個月之後，奇蹟出現咗，高達80%嘅黑仔王表示自己嘅運氣真係變好咗，佢哋變得更開心，生活滿意度大幅提高，甚至有啲人真係喺事業同感情上迎來咗大突破。所以運氣從來都唔係一個名詞，而係一個動詞，佢唔係由天上跌落嚟，而係由你嘅思維模式同埋日常行動一點一滴積累出嚟嘅。從今日開始，試下放低我天生唔好運呢個借口，打開你嘅雷達去擁抱未知，相信你大腦深處嘅直覺，盲目地期待美好嘅事情發生，並且喺跌倒嘅時候笑住同自己講一句好彩淨係擦傷咋。當你將呢4個動作變成你嘅直覺本能，你會發現全世界都會開始為你讓路，幸運女神亦都會變成你嘅常客。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不妨喺下面留言分享下你諗住點樣實踐第1個好運動作。你嘅每一次改變都係為未來嘅幸運鋪路。想睇更多關於心理學同埋自我提升嘅內容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嗰位成日覺得自己黑仔嘅朋友睇下。我哋下次再見。那麼聽完呢4個法則，你有冇邊個法則係覺得自己平時最容易忽略，想由今日開始第一步去嘗試改變嘅呢？